歡迎嚟到 MyWise 呢個頻道，我係 Stephen。每個父母咧都希望自己嘅仔女係過得比自己好，咁但係好多時一份出於愛嘅期望，如果不知不覺咧變成只有成功先值得被愛嘅話咧，咁愛就會變成一個壓力啦。今日咧，我想透過《年少日記》嘅呢一出電影，用教育心理學嘅角度咧，一齊去思考一個問題：點解一個深愛仔仔嘅父親，最後竟然一步一步咁將個仔推向絕望嘅呢？嗱，喺我一路睇《年少日記》入邊啦，最令我震撼嘅一幕咧，就唔係哥哥最後選擇咗離開，而係爸爸咧，其實由頭到尾咧都係好愛佢。我唔記得佢咩樣，我淨係記得佢成日都講對唔住。電影嘅尾段，直至到生命嘅最後，爸爸咧原來都一直放唔低哥哥，一直咧係活喺內疚入邊。咁個問題就嚟啦，一個深愛小朋友嘅爸爸，點解最後反而會害死自己嘅仔嘅呢？嗱，要了解呢個悲劇咧，首先要介紹呢位爸爸先。佢唔係一個唔負責任嘅人啦，相反，佢係一個好成功嘅大律師。爸爸咧出身於基層，細個咧屋企就好窮，佢靠住自己發奮讀書，考入法律系，先至改變到生活。所以佢深信知識咧係可以改變命運。有時父母唔係想故意傷害自己嘅仔女，佢只不過咧係將自己當年改變命運嘅方法當成教育下一代最好嘅方法。爸爸相信咧自己當年都係靠讀書翻身噶啦，咁所以個仔咧都要行翻呢一條路，考第一，學鋼琴，將來咧就做一個專業嘅人士。喺佢眼中，呢啲唔係控制，而係保護。佢只係唔想個仔將來好似自己以前咁辛苦啫。電影出現一個好大嘅矛盾，同一個爸爸面對細佬咧就總係欣賞，面對阿哥咧就總係責備。哥哥彈琴同埋考試嘅成績咧都比唔上細佬，咁啊成日都俾人鬧啦。哥哥啊開始覺得爸爸愛嘅唔係而家嘅我啊，而係成績更加好嘅我。爸爸死之前咧一路都放唔低哥哥，證明佢係真係好愛呢個仔。咁所以真正值得思考嘅問題已經唔再係爸爸有冇愛過哥哥嘅呢個問題，而係點解一份出於愛嘅期望，最後會變成摧毀一個孩子最大嘅壓力呢？哥哥真係唔夠努力咩？我反而覺得佢係太過努力。好多父母認為咧有壓力先有動力啦，咁但係教育學發現壓力就唔係越大越好。嗱，教育學咧有個好著名嘅理論咧，佢就叫做耶基斯多德森定律。適當嘅壓力的確係可以提高表現，但當壓力超過某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咧，表現反而係會急劇下降嘅噃。咁所以哥哥唔係因為唔努力，佢比任何人都想做得好，因為咧佢一直都想證明自己係值得被爸爸去愛嘅。每一次考試，佢心入邊都會問：如果我考得唔好，爸爸會唔會再一次失望啊？我係咪又再不如細佬啊？當一個小朋友將每一次嘅失敗都視為對自我嘅價值審判，焦慮就會蠶食佢嘅專注力、記憶力，甚至乎咧係佢嘅思考力。咁所以哥哥輸嘅未必係能力啦，而係輸俾長期受壓嘅大腦啊！嗱，心理學家咧卡爾羅斯傑咧就提出過一個概念，就叫做有條件嘅價值。意思就係話，當小朋友長期接收到嘅信息係你做得好，我就讚你啦；你做得唔好，我就鬧你。慢慢咧個小朋友開始就會相信，我唔係因為我本身值得被愛，而係只有當我表現得夠好，我先值得被愛嘅啫。咁久而久之，小朋友努力咧就唔再因為中意學習，而係因為驚令人失望。當學習變成咗證明自己值得被愛嘅工具，學習本身咪失去咗意義咯。其實哥哥唔係由頭到尾都冇人理解嘅噃。
電影入邊咧，佢曾經遇過一個鋼琴老師。咁呢個老師咧都睇得出哥哥其實唔係冇天分嘅。咁相反咧，係嗰首歌咧實在個難度太大啦。就算咧對好多大人嚟講咧都唔容易。只不過細佬實在太出色啦，咁所以先顯得哥哥咧好似學得特別慢。咁老師咧就冇因為咁咧而責怪哥哥，反而咧鼓勵佢按翻自己嘅節奏慢慢學。唔緊要㗎 Reverie 真係好難，唔係個個一開始就彈到。爸爸覺得呢個老師太寬鬆啦，於是咧就炒咗佢，換一個咧更加嚴厲嘅老師。爸爸以為自己換走咗嘅只係一個老師啦，咁但係哥哥失去咧，可能係喺佢生命入邊第一個真正見得到自己嘅大人。喺呢一度咧，令我諗起心理學嘅一個理論咧，就叫做自我決定理論。除咗自主同埋能力感之外咧，人仲需要一個好重要嘅心理需求，佢就叫做歸屬感。咁所謂歸屬感咧，就唔係淨係有人陪伴，而係有人真正理解你，睇見真正嘅你。不過我都覺得傑仔第時會係一個好老師。嗰位鋼琴老師俾到哥哥嘅唔止係鋼琴嘅技巧，更加咧係一種感覺。原來我唔需要同細佬一樣叻，都有人願意相信我嘅。哥哥離開之前，電影有一個細節，我覺得咧係比責罵更加令人痛心。你想點就點啦，我唔會再打你噶啦，打你都嘥氣。哥哥咧因為學業成績唔好啦，而被逼留班。呢個時候咧，爸爸已經唔再鬧哥哥啦。表面上好似少咗衝突，咁但係對哥哥嚟講，真正令人絕望嘅咧，唔係責備，而係爸爸已經放棄咗自己。因為責備至少代表依然相信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嘛。咁但係當一個你最重視嘅人開始都對你失去期望，甚至選擇無視你，小朋友收到嘅訊息可能就係我已經冇救，我已經唔值得俾任何人再相信。呢一幕咧令我諗起心理學一個理論，佢就叫做希望理論。心理學家斯萊德咧就認為希望咧唔係一種情緒，而係一種能力。佢包含咗兩樣嘢，第一就係相信自己依然係有能力改變，第二咧就係相信未來依然係有其他可能。哥哥真正失去嘅咧，其實就唔係成績啦，亦都唔係爸爸嘅責備，而係相信自己依然可以被愛啊！當一個小朋友開始相信我點努力都冇用，我永遠都唔會俾爸爸接受，希望就會慢慢消失。哥哥真正輸嘅咧，唔係一場考試，而係輸咗對自己人生嘅希望。如果有一日你發現身邊嘅一個小朋友突然之間唔再笑，唔再講嘢，成績開始退步，你第一句會問：點解你退步咗嘅？定係你會關心佢最近你發生咗啲咩事啊？嗱，呢兩句咧聽落好似差唔多啦，咁但係對小朋友嚟講咧，意思係完全唔同。喺電影入邊咧，哥哥嘅靈堂上嗰位鋼琴老師咧都有出現，佢喊得好傷心。電影冇講其實佢當時係諗緊啲乜嘅，但我忍唔住會諗，佢會唔會後悔當年冇再努力啲去同爸爸講，其實呢個小朋友真正需要唔係更加多嘅壓力，而係更加多嘅理解。每一個大人其實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小朋友生命中嘅保護者。發展心理學咧一路都有一個好一致嘅發現，即使一個小朋友屋企係充滿壓力，只要喺佢生命入邊有一位穩定、可以信任、願意接納佢嘅長輩，例如老師啊、教練啊、親戚啊、社工，都係可以成為小朋友重要嘅保護因素。我一直喺度諗啦，如果當年哥哥咧一路跟嘅嗰位鋼琴老師係冇俾人炒到，故事會唔會完全唔同呢？我哋永遠唔會知道答案。咁但係年少日記至少提醒咗一件事，真正改變一個小朋友人生，好多時就唔係一句大道理啦，而係一個願意相信佢、理解佢、接納佢嘅大人。
或者年少日記其中一樣想帶出嘅咧，唔係父母唔應該對小朋友有期望，而係永遠咧唔好令一個小朋友相信只有成功先值得被愛。電影最後，爸爸失去咗哥哥，哥哥失去咗希望。最令人難過嘅咧，係直到哥哥離開之前，佢都冇真正相信過，原來爸爸一直都係愛佢。如果年少日記可以提醒我哋一件事，可能就係一個小朋友真正需要嘅咧，唔係一個完美嘅父母，亦都唔係一個100分嘅成績，而係當佢開始懷疑自己，開始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嘅時候，依然有一個大人願意理解佢，願意相信佢，願意同佢講，你唔需要完美，你已經值得被愛㗎喇。今集嘅內容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都中意今集嘅內容咧，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唔同睇法咧，都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㗎噃。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